感谢众兄弟多敬意，地天西路地平心，我感谢阿弥陀佛呀，无高呀。安静来拜主。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安静咱的心，咱要用较无的心、敬虔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请将手机关机，专心来敬拜。你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
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只是咱用圣诗250首来恶乐上帝，圣诗250首着恶乐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世人顶头生的上帝，你是真理、道路、活命的主。阮搁一摆未万心来到圣殿敬拜你，阮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你有应允阮讲，恁囝若着我重大的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啊，阮要就近你，阮要伫遮得到安息，甲重新得到快乐。全能的主上帝，阮伫生活中常常得罪你，做出无合上帝欢喜的事。求你赦免阮的罪，洗清阮心内的自私、骄傲、不义的误会。主啊，求你赏赐阮有圣洁的生活，得到对你来的稳定甲平安。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目，保守林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传达上帝真理的奥妙，帮助阮搁较认捌上帝的作为。你的话语诚做阮路上的光来引带阮。即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必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我，
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同心来启约，启约文第10篇，启约文第10篇就是诗篇27篇。我来启，请兄姐来译，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约。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着吞食我，因拢会滑倒失败。虽然大军在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着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祈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板顶，互我的头举悬，超鬼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求你毋通黄面毋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站。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边塔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活地下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这声着信靠上主。这是咱同齐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诗篇23篇第1节到第6节。诗篇23篇第1节到26，第23篇第1节到第6节。我来读。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心会快乐。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竿，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筵席。你的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
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随时的帮站甲亮光。只是教会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我是，因为你甲我同行。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林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欠缺甲丰盛，将时间交予林牧师。兄弟平安。咱真感谢今仔日咱青少年团契带领咱用着“因你与我同行”这条诗歌来带咱来敬拜上帝。我毋知影咱伫咧唱伊伫咧唱这条诗歌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法度甲因同齐吟吼？这条诗歌拄好甲咱今仔日咱的主题有相关。咱做一个军队主的人，咱是毋是时常伫咱的生命内面会有迄种感觉，就是是安怎我也祈祷，我嘛参加聚会，吼。我嘛安尼读经，甚至我嘛伫咧教会内面有真侪的遮个参与伫咧真侪的遮个服侍，但是哪会安尼？迄个我的祈祷，也是讲我的迄个需要，无得到迄款的满足，直到伫咧我的生命内面，会感觉讲我充满了侪的迄款的欠缺。我毋知影讲，咱像头拄伫咧念新少年团契伫咧吟即条诗歌的时阵，咱敢有真正确信咱的主伊真正伊有甲咱同行？
啊是安怎？咱会有迄款的犹豫？如果咱的主伊是迄个安尼真活上帝的主，伊阁是疼咱的主，是安怎？咱会有遐尼啊侪心内有遐尼啊侪迄款的犹豫，也是讲迄种的欠缺？有可能是咱安尼，伫咧咱的读经也好，咱的祈祷、咱的聚会，有可能啊，咱伫咧迄个欠缺，甲迄个安尼讲，迄个缺乏的内面的时阵，咱有可能咱无真正去追找咱的主、咱的上帝。透过咱今仔日咱的敬拜，咱搁一摆来好好来回想，来反省，期待咱真正会通安尼好好来去想、来深想，互咱真正会通伫咱的生活中，咱会用时常来去追找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今仔日咱的即个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诗篇23篇，咱头拄师会带咱用着现代台语译本的经文咧读，我相信真侪人会袂习惯哦，因为迄个翻译，甲你可能你的过去你的印象会真无共哦。若是咱原底本地咱的旧版，咱的迄个汉语版的台语汉语版的圣经诗篇23篇，咱会安怎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我。你伫面前，你甲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背抹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感谢主，咱拢会晓读。这是咱可能伫咧真侪人拢伫咧注意到的时阵，咱就开始背暗念。咱嘛伫咧咱的安尼真做有的人真做伊的祈祷。但是咱伫咧，不管是咱的暗念，真做咱的祈祷也好，咱有真正确实安尼，互咱的主真做咱的迄个牧者无？代表咱的今仔日即个诗篇的作者代表，伊伫咧一开始诗篇23篇第1节，伊讲我的牧者，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吼。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咱会通真清楚看见，即个诗篇作者代表，伊伫咧念即段诗，伊伫咧安尼写即个诗篇的时阵，伊是用伫咧什么款的心情咧写？代表伊感受到上帝是伊的牧者，所以伊袂有感觉有任何的欠缺，因为伊知影讲，伊所有一切拢在伫主。在伫上帝，所以伊伫遐安尼，伊伫遐安尼，甲上帝安尼，咱讲紧调吼，安尼甲伊对调。上帝袂互伊的羊有任何的欠缺。咱做一个上帝伊所咧牧养的羊群，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做迄个简单的代志，就是安怎咱需要的是来去，当咱腹肚枵的时阵，咱需要什么代志？咱需要去找找咱的主、咱的上帝，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去遐寻求伊，互伊来得到伊对咱的迄款安尼的养赐，互咱会通伫咧迄中间来得到饱。佮咱。毋是咱做困难的代志，是交代互上帝做困难的代志。什么款的代志？上帝伊做困难的代志，伊就是带伊的羊去到伫迄个青翠的草坡，安尼伫迄个中间，互因有草伫遐来得到食，互因来得到饱。所以
咱做简单的代志，一个真要紧的就是来亲近主，来亲近上帝。但是有可能咱来到伫主的面前，伫遐来到伫主的面前，咱伫遐咱想讲要来得到这，结果是咱家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做咱家己的代志，咱去伫迄中间来伫遐要食咱家己要食的，毋是上帝要咱食的。直到咱伫迄中间无得到饱，甚至咱的性命伫迄中间无得到真实的养饲，结果咱拢是食一寡遮个无营养的，像咱即摆讲的叫做垃圾食物。咱有真正互咱的主来真正互伊来成做咱的主，咱的牧者无？当咱若伫遐来真实来宣告，佮真正互伊来成做咱的主，咱伫迄中间，咱互伊来伫遐来养饲，咱就伫迄中间无得到欠亏。咱伫遐安尼相信伊会互咱袂得到欠亏，咱也伫迄中间来相信伊对咱所养饲的，拢是对咱拢总是好的。就甲亲像咱伫咧看见婴仔伊伫咧伊伫咧枵的时阵，伊就伫迄中间来伫遐啼哭，迄个就安尼老母就伫迄中间来甲伊养饲。婴仔伊袂伫遐来伫遐讲去讲你所饲互我的到底是啥物货？伊只有伫迄中间就是伫遐来接受。但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上帝伊的羊仔，咱的主伊诚做咱的牧者，咱到底咱是来到伫主的面前来亲近伊，来得到伊迄个真实的养饲，是咱伫遐来食其他遮无营养的。所以诗篇24篇伫迄中间安尼讲起讲安那，讲即款人是找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朝见伊的人。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是毋是真正安尼欢喜来伫遐来亲近主？上帝伊伫遐来拣选以色列人来成做迄个找求伊的迄个族类。伊期待即个伊所拣选的这以色列百姓会通伫迄中间成做迄个圣洁的迄个子民，伫遐来找找伊、敲找伊，伫遐来安尼得到上帝迄个安尼最的迄个对因所要享受互因的遐最的遮个好处。所以，咱嘛期待咱家己也会通成做迄个找求上帝的迄个族类，互上帝伊的话语，伊的所有一切伊的能力来时常来充满伫咱。咱有真正安尼来成做迄个找求上帝的迄个族类无？伫咱真侪时阵，咱是安怎会有犹原共款有侪欠缺？因为咱伫咧咱咧敲吹的迄个过程内面，有可能咱伫咧敲吹的过程，咱家己有安尼小可偏差去，结果咱无去注意到。伫咱现代相信真侪人我想咱中间嘛犹原共款有真侪基督徒拢有安尼即款咱讲迄个安尼对。伊伫咧渴慕上帝的时阵，结果伊咧做一件代志。伫咧过去网络也无真流行的时阵，真侪时阵，咱来到伫上帝的殿院，咱伫遐咧敲吹是迄个有名的牧师。咱来到伫，咱若听到讲倒位有啥物款的神医布道，咱就赶紧去。咱。倒一个牧师伊安尼有迄个讲道的温数，有迄个医治的温数，咱就去甲参加。我过去嘛是安尼啊，这是咱的经验，因为咱感觉讲，迄个所在较有能力，甚至我去参加迄个特会了后，我心内我嘛安尼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享受互伊的能力，你双倍享受互我。这也就是我今仔徛伫咧遮的结果，所以毋好甲上帝讨迄个双倍的温数。
哦，啊无你再来做牧师。你伫咧咱伫咧，尤其到伫现代，咱即马即个即个咱讲即个网络的即个世代时阵，咱会通看见是咱落尾手，后来咱可能伫咧网络顶面，咱开始伫迄个中间，咱毋是真正咧追求上帝，咱反而是咧追求的是网红的牧师。今仔伫咧网络面顶有侪这个真有名的牧师。咱嘛真意爱去听因讲，因讲的内容嘛真好。但是咱若认真讲，咱真正好好来去甲听伊内底，甲着咱每一礼拜伫咧每一间教会牧师的讲道内容，敢有无共款？事实上是拢共款。但是是安怎咱会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敲找遐网红的牧师，因为即个牧师真有名，伊。讲话可能嘛真有迄种安尼讲，咱讲若讲较有讲煽动性，但是咱伫咧迄个中间，有可能咱落尾手，咱毋是伫遐来敲找上帝，咱伫迄个中间，咱是咧敲找即个网红的牧者，是才会安尼知名的牧者。直到咱伫咧咱的祈祷、咱的读经，甚至咱做服侍。咱犹原感觉软弱，因为咱伫迄个中间，咱无真实伫遐来敲找咱的主、咱的上帝，咱无伫遐照着诗篇63篇伫迄个中间讲切找追找咱的主。咱伫咧欠缺的时阵，咱伫咧安尼感觉软弱的时阵，咱毋是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毋是伫咧透过着圣经来伫遐来敲找上帝的话。咱伫迄个中间，咱伫遐来看讲我来听即个牧师，听迄个牧师，听倒一个人伊所分享的。咱伫迄个中间，咱掺杂其他无应该掺杂的物件。每一个牧师拢是带领着会友来到伫上帝面前，毋是带领着来到伫咱牧师的面前。所以咱伫咧敲找咱的主、咱的上帝的时阵，咱是安怎会感觉欠缺？咱有可能咱需要搁一间来好好来去反省，咱是毋是伫迄个中间，咱迄个敲找的方向，小可有叫颠倒走闪去。伫咧诗篇63篇内面讲讲伊伫遐诗人伊讲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找求你啊，我追找你。伊是用追的，用找的，伫迄个中间搁亲像伫咧迄个地空花无水啊。迄个追找上帝的迄款安尼敲找主的迄个心，爱亲像一个安尼，咱喙焦咧伫咧靠花安尼无水的时阵，伫遐要伫遐找找主。咱伫咧真侪时阵就较亲像圣经内面讲的，讲因为即个百姓因毋是无饼通食，毋是无水通啉，是因为无上帝的话。因为伊伫咧敲找迄个过程，结果失了焦。直到咱伫咧中间，咱所羡慕的，咱所切伫遐咧追求的，结果咱毋是伫遐来对真正真实来追求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真正会通落实伫咱的生命的内面。直到咱伫迄中间，咱犹原感觉欠缺，咱的生命犹原有侪的软弱。就较亲像我之前捌分享过，我的第二查某囝，伊伫咧失恋的时阵，伊伫咧中间，我捌讲起，伊伫遐安尼，伊伫遐要追找答案，伊甲伊的男朋友伫遐安尼交往遐尔久的时间，结果伊的男朋友一个安尼研究所安尼毕业，伊就甲伊发册，伊毋知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伫迄中间有侪安尼讲是安怎？伊伫迄中间，伊就开始，伊伫遐，伊有心内有侪迄个，咱讲毋甘愿，伊就伫遐讲，我要来到伫上帝面前来追找伊。结果伊就伫遐，伊伫咧一年的内面，甲圣经读完4遍。但是我要讲，伊伫咧读迄个过程内面，犹原共款有毋对的所在。
但是因为伊是我的查某囝，我嘛无要甲谴责，我讲你家己，你着读吧，哦，你就读吧。因为伊伫咧迄个过程内面，伊要敲找迄个答案，是要爱伊家己的答案。咱今仔咱到底咱咧敲找上帝，是要到底你所敲找的答案，到底是你家己要爱，还是上帝要互你的？咱伫咧中间，咱到底咱伫咧追找主，咱伫遐敲找主，咱的上帝的时阵，咱所敲找到底是咱家己要爱，还是上帝真正伊的？咱要追找上帝的心意。今仔日咱伫咧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咱拢会拄着做的代志，咱拢甲迄个答案拢先设定伫咧迄个所在。伫讲主啊，他求你就照安尼来实行。安尼，咱的主到底是咱的主，还是咱家己是咱家己的主？咱有伫迄中间真正谦卑落来，伫遐安静，伫遐来敲找讲主啊，我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你要对我讲什么话？我到底伫咧即个圣经内面，主你要对我讲什么话？我伫咧中间要甲主你有一个会语。所以，咱伫咧迄个中间，咱需要的是真正安静来到伫主的面前，真正用着一个渴慕的心，期待主伊伫咧咱的心内对咱来讲话。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内面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咱诚做一个军队主的人，咱讲主是咱的主，上帝咱的天父，上帝是咱的主，咱的天父。咱有真正相信伊的安尼来想事，来互伊见哪遐安尼找求伊的人，来得到安尼得到报赏。用着信心伫迄中间来伫遐来敲找伊，来追找伊，伫遐来互真正。伊带咱行倒位，咱就对去倒位去。是伊带咱去倒位，结果咱嘛搁伫遐继续伫遐边仔伫遐咧漫步。真侪时阵尤其亲像讲，咱若讲有队团去旅游，咱去队团旅游的时阵，导游伫咧头前，亲像我。顶回不管是去以色列也好，还是去土耳其，我伫咧迄个安尼，伫咧迄个队团的即个过程内面，我拢甲迄个领队的人甲伊对调调。我第一个我毋是因为惊碰见伊，咱出国咱上惊碰见伊。上主要是因为我去到伫迄个所在，我是有目的要去的。我伫迄个中间，我期待迄个领队伊所分享到，我会拢有听到。因为伊伫迄中间，我伫咧伊伫咧迄个以色列，是讲伫咧土耳其，迄是保罗伫咧伊咧宣教的旅程内面，到底即个领队伊伫咧迄个所在，伊要讲起啥物话，我要伫迄个中间来注意来听。今仔日咱有当时有真侪时阵，咱若对我看有真侪遮队团的人。就领队伫咧头前，真正拖足远的，拖要毋知几百公尺，阮就伫遐头前的人，只好到尾也要停落来等伊啊。结果领队所分享到的，后壁的人拢总无听到。阮甚至去到伫土耳其，因为有真侪迄个石洞，迄个领队伊。阮就爱每一个人拢带着一个无线耳机，伊就安尼沿路分享。结果有当时，咱若行咧小可甲领队小可离了较远咧，你就收袂着。所以我就爱赶紧的搁走较晚咧，听会清楚。甚至有当时伫咧迄个石洞内面，因为对了因为伫咧石洞内面，结果电波射袂出去。我就爱搁尽量搁较晚咧，搁较拖伊到底伊讲啥物话？咱伫咧军队咱的主的时阵，咱是毋是真正安尼切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安尼军队？所以咱诚做一个军队咱的主的人，咱有安尼真正安尼
对咱的主对有调调啊无？啊是咱游玩赶快咱到处漫游。伫咧亚里书29章13节，伊讲讲迄个恁追找我，若专心讲你们若恁若安尼找求我，恁会找着；恁若专心寻求我，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一个对军队主的人，一个真要紧的态度就是专心安尼来去敲吹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伫咧中间心无旁骛，咱伫咧中间安尼敢若专心伫遐军队，咱的焦点全然聚焦伫咱的主，咱的上帝。真侪时阵，咱会通看见咱不管是伫咧咱的读经，咱的做遮个包括伫咧咱的服侍时阵，咱会受到足侪的遮个外来的遮个安尼遮个声音，比较咱伫咧追找的过程，咱有可能就来走偏去，也是讲掺杂一寡毋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咱需要专心安尼，搁切来伫迄中间来追求，互咱的主伫遐安尼来养饲咱迄个好的草料，伫咧咱中间来伫遐珍惜来得到咱的主对咱的迄个牧养，咱就袂有比较有任何的欠缺。诗篇16篇，伊伫遐讲起讲讲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华语说什么？因为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气唯独从你而来。”另外一个咱的和合本原本的翻译就是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咱的好处无伫主的以外。伫咧一个追求主的人，咱伫遐找求主的人，咱的好处无伫主的以外。咱伫遐追求，咱伫遐敲吹的过程内面，主伊就用着伊满伊的丰盛、伊的恩典来安尼拼落互咱。咱的主伊所拼落互咱的福气，毋是迄个安尼一汤匙一汤匙的，伊所拼落的福气，迄是亲像咱即届咱经历着迄个凯瑞台风共款，用拼的吼。咱即届风台应该有真实的迄种感受，迄真正是咱像规桶咧用拼的。主要赏赐互军队伊的人，是迄个规个用拼的，互咱。讲咱的福气无伫主以外。如果咱若无专心找求的时阵，安尼咱的迄个福气就已经毋是伫咧主的内面，是伫咧即个别个所在。迄就毋是完全的福气，嘛毋是完全的好处。所以咱需要专心伫迄中间来敲吹，伫遐来安尼军队，咱就要得到主伊迄个原底伫咧创世就已经要交代互咱的。诗篇34篇内面是咧我订唔着。诗篇34篇，伊讲伊讲少壮的腮嘛欠缺，会枵，毋过找求上主的人，什么好处都无欠。讲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一个对咱一个真实找求耶和华的人，伊的什么好处拢无欠缺，就是讲咱一个找求主的人，伫咧即种上帝伊有安尼迄款的应许，就是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国怪咱袂有任何的欠缺，咱乃是要安尼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迄个丰盛的人生是你伫咧，就算讲你拄着迄个艰难，拄着困苦，但是因为咱真清楚，咱有咱的主通好倚靠。就咱伫迄中间，咱犹原有满的平安。咱伫迄中间，就算讲即个时阵，我犹原那像是看起来那亲像是欠缺，但是我却是安尼，逐项拢有，啥物好处都拢无欠缺。因为你若是追随耶和华的人，咱无任何的欠缺。所以
诗篇85篇安怎讲？伊讲上主赐好物互咱，赐好物，咱的土地大丰收。这伫咧讲起什么款的代志？伫咧咱的规个咱的性命内面，咱迄个找求主的人，主伊要拼落迄个福气互伊，是安那？互伊的所有伊的出产，拢无迄落欠缺到哪，阁是丰收啊！伊伫遐赐落福气，赐落迄个好物，是要互咱见军队的人什么叫做大地那个土地大丰收？就是伫咧你的性命内面也好，也是伫咧包括伫咧你的婚姻，包括伫咧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拢是伫咧上帝所祝福的即个情形下面。如果咱今仔日咱的性命内面，如果安尼，咱有感觉有欠缺的时阵，咱是毋是应该搁再转来反省讲，安尼我伫咧什么所在有做了无好势的所在？咱伫咧中间，咱伫遐来好好来反省，咱来调整，互咱规个聚焦伫咱的主的时阵，主伊就赏赐，搁安那赐落你逐样的即个福气，伫咧咱的性命内面。是要互你是一个丰收的人生，是有满满的丰盛的人生。所以伫咧即个诗篇84篇内面安怎讲？讲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伊要互安尼，互咱安那恩惠甲阳光。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迄个正直的人。伫即个所在讲起着。迄个上帝伊所赐落的，毋是干那互咱互咱有安尼迄个安尼个丰盛安尼的，即咱咧所享受，拢是干那伫咧即个经济上的物质上的，但是毋是伊伫遐讲安那？伊讲要赐落伊逐样的恩惠，搁后壁搁加一个阳光啊！伊逐样，伊包括着上帝的光荣，要来充满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是咱所行所做逐项代志顶面，咱有若有对上帝领受逐样的恩惠，搁要安那有满满的阳光来伫咧咱的迄个所行所做，上帝伊将伊的阳光来赏赐互咱。但是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所赏赐的是要互遐个啥物人？有遐个正直的人，遐个行动正直的人，所以咱做一个军队，咱的主的人，咱会通好来想，伫咧读纸咱所读到这个经文的内面，咱会通搁一家来想，咱是毋是真实伫遐来军队咱的主？咱是毋是有真正互咱的主伫迄个中间来成做咱的主、咱的上帝？咱真正互咱的主伫咱所做的顶面，咱伫遐。不断来敲找伊，是咱伫迄中间，咱来干那做咱家己爱做的代志，是咱家己成做咱家己的主，咱成做咱家己的牧者。所以，咱搁一摆来小可来整理，咱成做一个即个追求即个上帝即个族类，咱会通看见，照着今仔日的咱今仔咱所领受的圣经诗篇23篇。当咱全家伫遐来敲找咱的主，追求咱的主的时阵，咱袂抵到欠缺，因为咱的主伊要引带咱、带领咱去到伫迄个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咱伫迄个中间来得到饱，来得到安尼氧气。所以咱袂有任何的欠缺。过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当咱伫遐来感觉欠缺的时阵。咱伫遐感觉脆淡的时阵，咱会记哩转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找求咱的主、咱的上帝。恳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咱会通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当咱若感觉讲，我哪会安尼？我是讲我哪会感觉我安尼会有感觉软弱，感觉有任何欠缺的时阵，咱搁一摆转来来去安尼讲。觉察咱的生命，咱到底有啥物所在？咱伫遐是毋是咱成做咱家己的主？是某物人成做咱的主、咱的上帝？是某物代志？今仔日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到底有真正将咱的主来好好安尼，咱来真实来军队？是咱是咧军队某一个
安尼知名的牧师，是伫遐来军队某一个真安尼拢真厉害的讲员。咱是毋是真正真做迄个追求上帝迄个族类？当咱若真实伫遐来追求的时阵，咱就袂比较欠缺。第二，咱伫咧中间，咱真做迄个追求主的时阵，咱爱用着信心来追找。去若迄个有迄个追求主的人，若无信主，无信迄个享受逐样百面好面的主的时阵，咱袂伫咧迄中间来得到上帝的享受。咱只有伫迄中间来专心来找求、来追找，咱就要伫迄中间来得到主伊要享受咱迄个满满的迄个丰盛的人生。迄个丰盛的人生，毋是只有一个经济上，乃是伫咧咱的心灵、咱的逐样，拢要互咱伫迄中间。我就算讲我犹原是伫咧欠缺，就甲亲像伫咧但以理，伊伫咧面对着迄个安尼，迄个有遐个安尼火柴伫咧伊的面前，伊犹原伫遐来专心追找主，伊就伫迄中间，伊要有满满的迄个丰盛的人生来充满伫伊。第三。咱一个追求上帝的人，一个结果就是迄个上帝伊的好处，咱所领受到的迄个好处，拢无伫主的以外。所有的好处，拢总伫咧咱的主的内面。所以咱伫遐敲吹、伫遐追找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来领受着上帝。安尼，当咱专心追求的时阵，咱就要对主领受伊迄个真实的迄个丰盛，甲伊的迄个国外迄个性命，要充满伫咱的性命内面，咱就袂过安尼拄到每一件代志，咱伫迄中间安尼就有安尼软弱，伫遐安尼伫遐苦痛，乃是咱要伫迄中间来经历着主伊迄个迄个享受咱迄个无有欠缺迄个丰盛的性命，因为。追找主的人，啥物好处都拢无欠缺，所以咱来结论，咱来想，今仔日诚做一个追求主的人，咱爱安怎？咱爱专心来倚靠咱的主，毋通倚靠家己的牛，咱家己的聪明，伫咱一切所行所做的顶面，咱来尊重伊，伊就会指点咱的路。咱伫迄中间，咱专心仰赖。认定咱的主，咱伫逐项的代志顶面，今仔日不管你今仔日你是学生，你今仔日你伫咧你伫咧你的学习的顶面，你若有侪的欠缺，咱的主伊的话语是迄个咱的智慧的来源，咱就伫咧中间要对咱的主领受迄个伊的迄个丰盛，伊的迄个好处，就是要互咱增长智慧。互咱伫迄中间来领受上帝满满的智慧甲能力，互咱伫咧咱所读的代志顶面是有满有效果。咱伫咧工作的顶面，当咱若伫遐来专心倚靠咱的主的时阵，主伊就享受咱有对伊属天的智慧，伫咱所做的顶面咱伫遐拄着一个瓶颈，咱毋知影要安怎突破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欢喜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我的囝儿伊安尼原底本地是职能治疗师，后来伊伫咧做工课了，伊有安尼决心讲，安尼伊要搁一摆转来搁来迄落搁读册吼，伊要去读学士后医。其实我即个囝儿伊伫咧细汉的时阵吼，我其实我就一定，因为感觉讲即个囡仔会晓读册，我就期待讲即个囡仔是毋是以后会通好安尼来诚做医生，吼。但是后来伊安尼大学考试，伊考到成大的即个职能治疗系，我讲好，我加感谢主，吼。伊嘛伫遐读完了，伊嘛考到职能治疗师。但是因为我将伊交代伫上帝顶面，所以伊家己心内就有迄款的感动。伊安尼经过安尼一
即个职能治疗师的即个工作了了，伊决定讲伊安尼伊要来搁一届转来到伫迄个学校，伊要来读迄个学士后医。我要讲的是后壁，当伊安尼，伊即马伊拢安尼专心伫咧补习班伫遐准备，伊准备要明年考试。牧师娘只有敢若甲伊交代一项代志，最近甲伊问，讲啊你咧准备补习班考试，啊你逐工伫遐安尼咧准备遮个知识财物，你有读圣经啊无？伊讲有时有阵，牧师娘就甲伊鼓励，讲上帝话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爱半时间来读上帝话，上帝伊就会赏赐你智慧聪明。就后来，我有搁对看觅讲有影无？我牧师娘就甲我讲后来伊有搁甲问，伊后来伊就真正伊真顺吼，伊就逐工伊拢会拨一寡时间来读上帝话。你的囡仔，如果你若对伊有侪的迄个焦虑毋知影要安怎教，你是毋是欢喜来将你的囡仔教来安尼带来到伫上帝面前？伊若无来到伫上帝面前，你上无你为伊祈祷，你爱将伊交代伫上帝的手里，互伊伫咧中间来伫遐专心寻求主。你要搁怪你咱讲你的后半生呐，你袂为着你的囡仔伫遐忧虑，因为你将即个囡仔交代伫咧即个咱的主、咱的上帝伊的手里，上帝伊为你负责。你搁过来，你的人生你袂有任何的迄款的忧虑，你心内有满满的喜乐，迄款是毋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但是当你若心内有侪的忧虑，对伫你的即个囝儿、你的事业，也是讲伫咧你的工作，也是你伫咧你的人际关系等等遮的，你有侪迄款的欠缺挂虑的时阵，安尼咱是毋是搁一摆来好好来反省？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有真正来专心倚靠咱的主啊无？我想咱较济时阵是咱伫遐咱来祈祷讲，我主啊，我将即件代志，是我将即个代志，我是将我的囝儿，是将我的某囝，是将我的工作来交托伫主，求你来帮助我。但是咧，祈祷了，咱啊，搁摕倒转来，继续忧虑，继续挂虑，专心倚靠，拢着尊重伊。啥物叫拢着尊重？伫咱所有一切所行所做的代志顶面，来尊重咱的主，互伊成做咱的主，互伊来指点咱的路。咱伫咧咱即个世代因为即个世代变化真紧，有真侪时阵，咱有真侪毋知要安怎。咱是毋是真正欢喜？搁一摆转来到伫咱的主、咱的上帝顶面，来专心来仰望伊，来寻求伊。咱就要真实来认捌咱的主，搁会通来去真正去体会主的心意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就算讲咱今仔日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犹原会通真清楚知影讲，当即个时阵是安怎上帝伊要互我拄着遮个代志。我一个迄个中间，我犹原会通用到一个真安尼，咱讲。我原底本底可能对伫我即件困境，我即个艰难的代志，我是伫迄中间有足侪的吞论。但是我会用慢慢去体会，我会用对忍受了，我开始会用去慢慢一直到去享受伫咧迄个困境的内面，因为我真清楚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牧者，伊是迄个带我行入迄个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迄个主。所以有当时，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需要做一件代志，就是耐心等候咱的上帝的时间。咱伫遐祈祷，寻求上帝的心意。咱的即个信仰的即个，咱讲迄个
用讲非常的前辈吼，即个信仰的前辈咱讲迄个奥古斯丁，伊伫咧写忏悔录的时阵，伊伫遐讲起，伊过去是一个摩尼教的人，伊伫迄中间，伊伫遐安尼，伊的生活非常的费累，伊的老母为伊祈祷20几年久，即个囡仔20几年无改变，但是后来因为伊安尼，伊的老母安尼无停止为着伊的即个囝儿来伫遐来为伊祈祷，伊伫遐来追求，后来奥古斯丁就上帝伫遐来改变伊，互伊伫迄个中间来欢喜来改变，佫毋然后来成做主教。伊伫迄中间，伊有真侪的著作来帮助侪人的性命来得到改变。咱哪会知？一个原底本底真费累的人，哪会知影后来伊的性命伫迄中间得到上帝的改变？伊的性命，佮伊的著作，真做侪人的性命的一个真要紧的迄个改变的迄个养分。所以有当时咱伫咧看见咱的生命内面迄个困境的时阵，遐个软弱的时阵，咱毋通伫迄中间只有干那伫遐埋怨，咱伫遐爱起仔来敲吹，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是安怎？今仔日主互我食即枯草，哪会遮尔啊苦？检菜要伫迄中间，要互我的生命来，搁一摆来得到医治，来得到丰盛。愿主的话会通不断来启示咱，帮助咱，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会通好好来去珍惜，来去敲找伊，来甲咱的主伫上帝的话语内面甲伊相拄。互伊的话会通真做咱的气力甲帮助，互咱会通各怪咱，当咱拄着侪咱的兄弟姊妹，伊有拄着咱甲咱共款的困境的时阵，咱会通甲伊分享讲，我过去嘛是甲你共款，我安怎伫迄个中间来甲主来相拄，伫迄中间安怎甲主安尼迄个超找主。伫迄中间，当我伫遐来专心寻求伊的时阵，我伫迄中间，主安怎带我来搬过我所拄着遮个困境甲艰难。愿主的话不断来成做咱的气力甲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主阮遐尔有福运，会通成做你的儿女。当侪人抑搁伫咧即个世间，伫遐咧敲找因的主、因的上帝的时阵，主你互阮大声来认捌你，主你也搁互阮会通伫咧中间，互阮看见，阮要怎样伫咧阮的生命内面时常会通来敲找着主你，来跟退主你，搁安怎会通专心找求你，互阮会通伫阮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甲主你相拄，搁来看见主你的怎样来带领阮、引带阮，搁互阮去经历着主你做你的迄款的性质，互阮会通看见，搁经历着了，阮也会通伫迄中间来人来见证，主你是迄个国真国活的主，你是迄个引带人要进入迄个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阮会通得到丰盛的主。愿你的灵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引带阮，互阮各个阮的人生，阮无搁再欠缺，乃是阮要有对主你来满满丰盛的人生。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起立来吟全首。
我徛着当心用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的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土，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来吟11奉献诗。只是愿道的圣殿，全通白白受恩典。虽然不达结不成，愿你感恩愿所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生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曾建民执事、简秀梅执事书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毋免奉献。请咱起立来给奉献诗。我
阿妹，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伫诗篇23篇第1节，咱连续来读2摆，请。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诗篇23篇第1节。刷了，咱来迎新报告。有第1摆来到咱中间的朋友无？牧师的女婿有伫咱中间吗？已经，已经代志先离开啊。咱来看报告。本周主日是11奉献主日，咱来回应上帝恩典。第二点，下主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简梦正牧师前来请安报告正道。第1堂礼拜后要召开主日教员会，请同工准备心。第3点，11月16拜六上午10点，伫本教会举办携手爱无限关怀福音茶会，请兄弟踊跃参加。第4点，更生团契每年举办天使树活动，今年宜兰县有48名小朋友申请，请兄弟为着这个时间大德关心奉献。第5点，年度的查账日定伫今仔日，请各团契就会计资料交予查账员徐银莲姐妹。第6点，12月21日拜六下晡3点，教会要举办圣诞爱无限活动，这是教会圣诞节活动。会后有爱参加报佳音，请兄弟邀请朋友来参加。第7点，12月31日阴暗7点，要举办2024年岁末年终感恩祷告会，欢迎兄弟来做见证分享。再来是圣诞节活动的预告，请兄弟家己过目。本周的事项表，请服侍同工准备心。会计报告的部分，请兄弟过目。若有错误的，请财务同工来更正。以上。带导的事项，咱要为冯长老的眼睛祈祷，求主医治早日恢复；为黄少谦小朋友的过敏体质来祈祷；为黄天士夫妇有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来祈祷；为吕朝金夫妇有属天的智慧来教导儿孙来祈祷；为杨志宏长老有体力来照顾父母亲来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甲慈悲满满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我们感谢阿乐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一直看顾阮。只是我要将教会兄弟姊妹拄着的困难交托伫主的手中，要特别为冯长老的目睭祈祷，求主医治，互伊的目睭早日恢复健康。为主日学黄少谦小朋友祈祷，求主医治伊的过敏体质，修复伊健康的身体。为王天士夫妇来祈祷，求主帮助，互因有较无主的心，亲像落较无溪水一样。为吕朝金夫妇甲杨志宏长老祈祷，求主帮助，成做因的困难。
有属天的智慧甲教育的稳定来照顾厝内的人。主啊，我嘛要为教会中年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时时刻刻保护看顾因，出入拢有主甲因伫地，因的心内充满主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我嘛要为教会青少年搁一摆仰望伫主的手中。你知影因的心思意念，主啊，因的心内有侪侪矛盾甲冲突，求主帮助因，守护因有属天的智慧，做正确的选择。知影我靠主闪避青少年的引诱，嘛求主守护因甲父母建立好的关系。主啊，我们为台湾来祈祷，求主守护政府官员有疼百姓的心，有智慧来突破目前的困境，互因有行公义、心存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来同行。我嘛要继续为国际的战争、甲全球气候的改变来祈祷。主啊，我求你来掌权，求你来怜悯，求你来赦免阮，赐落你的医治甲平安。亲爱的主，我要为11月16号世所爱无限关怀福音茶会来祈祷，求主保守迄天的活动的程序来顺利，服侍兄弟姊妹有智慧、有耐心来处理状况。主啊，你的听是落伫中间，既然入到教会的弱势朋友，主啊，你付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内，放伫因的心内，互因有机会来认捌主。主啊，愿阮的祈祷，亲像如香陈列在主的面前，求主来施恩赐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来唱祝福的诗、上扬的诗，咱来吟上扬。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定点你心内。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善。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
咱用祝福诗歌，咱比出来祝福。上帝个今日就地来，愿上帝个今日就地来，愿伊照光咱的路上，当咱是所带咱倒转，愿上帝个今日就地来。上帝个今日就地来，愿上帝个今日就地来，愿伊存所有些温暖，永远伫咱所说所讲，愿上帝会听今日点滴来，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愿因错过无咱，让咱出发为出发光。愿上帝平安赐予咱，愿上帝会听点滴咱，愿上帝。